编者的话，台语教学二部曲，2005年9月迄本华玲珑卖杂册出版了后，反应算袂歹，甚至为着满足大家的需求，最后阁亲身落海，录了3篇的 TSD， 做成一本有声册，方便读者使用。嘛有真侪老师敲电话来咧问讲，下一本册当时要出？其实这2本册原来是要合做一本同齐出的，因为惊伤大本，而且这本2部曲的内容，尤其是华台语词的对照，有真侪爱阁查证的所在，所以只好延到2009年才来出版。头一个单元，台语多义词介绍，是甲有2种意思以上的常用词做有系统的整理，会当互人了解台语语词丰富的多样性。第2个单元是甲华语倒变的台语词，嘛有人讲是倒装词。华语甲台语拢是属于汉语系统的字，因的词类结构大概啊拢共款，毋过嘛有语词结构倒变的。咱伫遮甲常常用到的即款语词做一个总整理，方便大家参考。第3个单元，透南调的台语话，证明咱即马咧讲的台语话，甲几落百年前从闽南地区所传过来的闽南话，已经无共啊。英语都会当讲做是美语，为虾米闽南语叫做台语？就是有遐侪人咧摇把叉咧。即个单元日语原文。爱感谢全国高尔夫球场的经理刘宇豪先生的教稿。第4个单元，即马是甲台语9种的顶塔词找出来，收做一伙。毋过个人的能力有限，若是有收集无到的词类，请各位先进多多提供意见。第5、第6个单元是手甲骹有关的动作，想袂到台语形容手会使做的动作，竟然有124种。骹的动作比较较少，嘛也有49种。你想看觅咧，世界上倒一种语言有法度甲骹、手的动作形容甲遮尔彻底咧？第7个单元是常常用到的华台语词对照表，因为台语的传承教育断层了伤久，意思真侪语词毋是强要失传，就是无人会晓讲。一寡新的名词，敢若有华语的讲法，将来毋捌有人用台语来讲。即几年来，时常有老师敲电话，也是上课的时，小朋友问起即款的问题，所有的问题我拢甲记录起来，会晓的随回答，袂晓的就四界请教人。其中，互我打扰作做上济，就是社会经验丰富，嘛是咱合格的台语教学支援人员王英峰老师。伊嘛是沙鹿知名翕相馆的头家，伊对华语语词转换做台语的讲法，常常互我有姜也是老的较险的感觉。伊袂输是一本台语的话字典咧，解决着真侪台语老师的疑问困惑。这个单元内底
总共收集将近有1500句定定用到的华台语词对照。对运动、佚佗物仔到各行各业的名称、日常生活用品、食的、用的、花草食物、网虫动物、大自然的现象、建物名称，搁有身体器官、辛苦病痛、动作行为，种种华台语的对照，相信一定会当互学台语、教台语、用台语的人带来真大的方便才对。这内底虚系类的台语称呼，爱感谢清水光华西服社头家，嘛是爱创水味活动的苏永福先生，特别提供丰富的水产知识，来增加咱这本册的光彩。伫遮要阁特别感谢公馆国小的李顺良校长。本来我是摕到这本册的初稿，请校长写一篇序文就好啊。想袂到一礼拜后，我摕到的毋是干那一篇序文，阁有规本册从头到尾用字遣词、音标甚至标点符号，有毋对也是疑问的所在。校长拢一字一字注明。当我看完校长的批注了后，真正是受宠若惊。想到校长看这本册，竟然一字都无漏交去，由此也会使了解校长牵成后辈的用心。虽然少年线两本台语教学的册出版，并无法度互台语文的发展带来什么效果，毋过尚无会互要学、要教、要用的人有搁较方便的参考资料，安尼咱就足满足啊！